消息了，阿哥，找东西的，抓到一个，你几百嘞？喂，你摸摸买这种，你再不我的，吃的啦，吃到不？啊，他把包藏起来了，他怕我摸。是啦，我嘞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你几百嘞？这个事情都是完美的。马桶阿伯们，你要不把它用起来？5000这阿伯料，阿伯叫不要过。哦，也找到一个，我们不缺料子啊，三角形的啊，有棱有角的这个，把它用起来。马桶用马桶。马桶，啊，马桶。马桶，不当不了。马桶，5000阿伯料子啊。来，给我补5000嘛，是不是？阿伯料。小心啦，这个钱。我从这背这个交的。哦，我从这高手刚刚背的，他说我给价就给5000，不是啊？交高那交。哦，红子家的美人又来了啊！他的神仙水啊，洗得来啊？是的喽。哎，阿公龙头了，不老洗，阿公龙头拿来。那漏没？底下引诱他了哦，差点撞脸啊，阿公。那裤马桶。哎，没有你们嘞啊，可以等到你，我家多那个没有了。啦，那裤得当。那要老回来嘞，好的。等于对，是了。有一个嘞。他肯定有料子啊，2个1万，要提不了，提了，那当然。给我画饼，给我画饼。高压拿掉的。要的要的，叫高压也没那拿。后面嘛的那你们的。后面把水，后面把水。叫弟弟们来洗手来。进来了。进门，哎呦，多嘞吧，阿哥。进。不要了，打的我从这个拿不了了。不要像这堆一样5000的啊！好料子嘛，不给5000嘛，是不是啊？你摸你下来了不？你摸我们下一地方没有了，非得住。哦，他这里挖的，哎呦，阿哥，消气，我害怕了啊！这个脱沙了，你看这个荧光，这个实心完美，有棱有角的啊，这个有手镯位的，就是要看一下它的力啊。他刚挖到的这个矿渣有点厚，把水没了我都把它扬起来，阿哥。中了。阿哥，等你。阿龙不可能。哪里嘛没有的不？对，帮你摘的。我说。I don't know。500万。这个我说了，你说谁你嘛交了个，没变了，我把我头背的了，我。不可不阿哥，我说那我头没读不来。你叫嘛几两？我爸妈冇的叫。上杯嘛，底下那上杯嘛。谁不可能要没来？路不。那爸爸路要嘛来？这个钱，阿面单等来的，几几嘛？我帮你收着嘛，超市。要不600万，我去洗手镯。要不喽？阿哥看那里挂个多谁说爸妈洗不看那里？我洗不了你们的嘛，上你比较快。可能噻。要不？底下那上的裤背嘛。要不？不要这样子嘛，这样子下次都没法做朋友啦。那都靠等个钱了苗的不？那都靠等个钱了没了，为什么等个钱没洗不？这我也没。可能噻。没要不？倒闭，还是可能噻。那上的可能是啊，等个钱。可能是啊。没sin啥子呢？你们谁的赔的我觉得？赔的。交回来没？哦，我也没来吧来，我看等多备买多个我就来。哎，给他加10万小费买那个西瓜来给这些盐木须请他们吃啊。你吃的喏？得吃，来。好。到3多搞他们多油门呢？搞嘛多油门。还得退了给老多少钱？哎，下次装个里，下次我装个大一点的口袋。多买呢。baby，我看这个走吧，哎，哦，一堆的要吃西瓜，走了，我们去给他拿钱啊，760。料子咱们已经刷洗好了，直接来清赏一下啊，过来看一下啊，整个都脱沙了，这个料子实心板扎啊，就是有裂啊，但是呢有裂我们手镯位是有的，就是要搏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裂纹走向它是这样子的啊，它是这样子绕过去的，看到这里有一条。其他的皮纹裂倒是挺少的，这个料子还是挺不错的啊，看一下，你看，哇塞，木层漂亮啊，它这个你看沙也细啊，这种料子你看沙细肉细啊。目前观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种它应该到一个糯饼种了啊。这种如果说出手镯的话，价值就高了啊。不出手镯也没事，它这个量大，牌子挂件随便取啊。这个雾层非常漂亮。
往屋底下出高货嘛，墨西沙的种水真的牛啊。整块都是啊，基本上全部都拖上了，这种就比较稳了啊，取件啊那些的话。点关注。